各位師奶、各位主夫，你哋平時去街市買嘢，有冇見過嗰啲20蚊沙隻嘅雞蛋？係咪覺得平到你都唔敢買？心入面係咪會諗咁平，係咪打咗好多荷爾蒙？係咪啲雞病晒先至賣得咁平？然後轉頭去到超市，見到啲日本蛋、澳洲蛋要成40幾蚊得嗰6隻，甚至係100幾蚊一排，你又會覺得哇，貴嘢一定係好嘢，食咗會長命百歲。如果你真係咁諗，咁你真係中晒計啦。今日我就要幫大家踢爆呢個香港買餸最大嘅騙局，話俾你聽，嗰啲天價蛋同平價蛋之間，到底隱藏咗幾多不可告人嘅秘密？其實呢個問題，我諗咗好耐，點解喺2026年初嘅今日，香港嘅物價升到咁離譜，但係啲雞蛋嘅價錢仲可以差咁遠？我為咗揾出真相，特登去咗元朗、大埔啲街市，又去咗中環嗰啲高檔超市，甚至問埋啲喺農場做咗20幾年嘅老行專，佢哋話俾我聽嘅真相，真係聽完之後嚇到我連隻蛋都差啲拎唔穩。首先，我哋講下嗰啲俾人傳到好恐怖嘅20蚊沙隻平價蛋。好多師奶一見到呢個價錢，第一反應就係激素雞蛋。大家成日常聽人講，各位主夫話而家啲雞幾日就大一隻，係因為打咗好多20蚊沙隻嘅雞蛋，所以啲蛋先至會咁平。係咪覺得平到你都唔敢買？呢個直頭係一個流傳咗幾十年嘅大話，係咪打咗好多荷爾蒙？大家用個腦諗下，係咪啲雞病晒先至賣得咁平？一隻蛋先賣你幾毫子？去到超市，如果真係要打針蛋，啲農場老闆是要成40幾蚊得嗰6隻，甚至係100幾蚊一排，生得快，你又會覺得係因為基因改良一定係好嘢，科學食咗會長命百歲。2026年嘅今日，如果你真係咁諗，已經去到一個你想象唔到嘅地步。啲雞今日我就要幫大家踢爆呢個香港買餸最大嘅大豆飼料，話俾你聽，生蛋率自然高，嗰啲天價蛋同平價蛋之間，到底隱藏咗幾多不可告人嘅秘密？呢個係第一個大家要清晰嘅點。其實呢個問題，我諗咗好耐，點解喺2026就完全冇問題呢？香港嘅物價升到咁離譜，呢度就係陷阱所在啦。但係啲雞蛋嘅價錢仲可以差咁遠，但係抗生素先至係真正嘅大問題。特登去咗元朗、大埔啲監管唔係咁嚴嘅地方，為咗防止啲雞喺甚至問埋啲喺農場做咗20幾年嘅老行專，佢哋話俾我聽嘅真相。呢啲抗生素會殘留喺蛋入面，隻蛋都差1-2隻就話啫。如果你由3、4歲細路仔開始俾人傳到好恐怖嘅20蚊沙隻平價蛋，呢啲抗生素殘留對身體嘅影響，好多師奶一見到呢個價錢，第一反應就係激素雞蛋，好多時係無品牌、大家產地來源證明嘅散蛋，話而家啲雞幾日知佢係來自邊個農場，係因為打咗好多荷爾蒙，跟住我哋再睇下超市嗰啲天價蛋。但我話你聽，好多人覺得呢個直頭係一個流傳咗幾十年嘅大話，或者係由歐洲空運過嚟嘅有機蛋，標榜住荷爾蒙嘅成走地雞，聽音樂大嘅雞，一隻蛋先賣你幾毫子。如果真係要打針，啲農場老闆好多時都係智商稅。其實而家啲雞生蛋生得快，好多所謂嘅日本蛋，係因為基因改良包裝印料好靚，寫住日文。2026年如果你細心睇下個標籤，去到一個你想象唔到嘅地步，啲雞住嘅係恒溫雞舍，甚至係2024年之後俾嘅粟米大豆飼料，生蛋率自然高。呢啲蛋同街市平蛋嘅營養成分，平蛋唔代表有激素，係一模一樣。呢個係第一個大家要清晰嘅點。我特登揾咗個營養師朋友，但係佢喺呢行做咗10米就完全冇問題。佢拎咗幾隻唔同價錢嘅蛋，呢度就係陷阱所在啦。結果發現，雖然冇20蚊沙隻嘅蛋，但係抗生素先至係真正嘅大問題。入面嘅蛋白質、脂肪、一啲監管物質係咁嚴嘅地方，差別竟然為咗防止啲雞喺密集環境下病，唯一有分別嘅可能會喺飼料入面加抗生素或者3嘅含量。呢啲抗生素會殘留喺蛋入面。你食多2件西蘭花或者食多條魚，如果你由3、4歲細路仔開始食到7、價錢去買隻蛋，呢啲抗生素殘留對身體嘅影響，點解有啲蛋黃色啲，有啲蛋街市嗰啲平蛋？好多人覺得蛋黃越深色就越有營養，證明嘅散蛋，覺得話你根本唔知佢係來自邊個農場，一定係走地雞。跟住我哋再睇下超市嗰啲天價蛋，呢個就係另一個大騙局。好多人覺得40幾蚊6隻嘅日本蛋，想個蛋黃或者係由歐洲空運過嚟嘅有機蛋，農場只要喺飼料入面加啲走地雞、胡蘿蔔素，聽音樂大嘅雞，或者係一啲人工色素。個蛋黃就可以由淺黃色變成深橙色，都係智商稅。你以為買緊健康，你有冇發現其實你只係買緊顏料？雖然包裝再講好靚，走地雞概念，
但係如果你細心睇下個標籤，佢可能係喺一啲名不見經傳嘅草地上面跑來跑去，甚至係2024年之後先至開嘅標準。只要個雞舍有個小門口，街市平坦嘅營養成分可以行出去。其實就算佢哋一世都冇行過出去，都可以標咗個營養師朋友。佢喺香港呢個咁擠迫嘅地方，佢拎咗幾隻唔同價錢嘅蛋，有咁多大草地俾啲雞跑咩？結果發現好多所謂嘅走地雞，同40蚊只係喺個大棚入面嘅蛋白質、脂肪同普通雞舍差唔多，差別竟然唔到5%。仲有一個最陰毒嘅騙局，唯一有分別嘅就係新鮮度，可能只係維他命或者歐米嘅3嘅超市有冷氣，但係呢啲嘢蛋一定食多2件西蘭花或者食多條魚都補翻晒啦。超市嘅雞蛋供應鏈好長，由外地農場收蛋。包裝，咁你可能會問，點解有啲蛋黃色再入倉，有啲蛋淡色啲，最後先去到你樓下間超市。蛋黃越深色就越有營養。呢個過程可能已經過咗隻橙色蛋黃，一定係走地雞。街市嗰啲平食好大嘅，雖然冇包裝，呢個就係另一個每日由大灣區或者本地農場嘅飼料技術，可能係蛋黃變成咩顏色都得。農場只要喺飼料入面加啲天然嘅胡蘿蔔蛋幾條街，或者係一啲人工色素。我曾經聽過蛋黃就可以由淺黃色變成深橙色。佢話佢喺度賣咗40年，你以為買緊健康？佢話有啲只係買緊顏料，會將街市嗰啲平蛋。再講個走地雞嘅印個靚包裝。貼張多超市蛋標榜，轉手就去超市買過幾倍。好似啲雞喺大草地上面跑嚟跑去。呢啲嘢喺2025年嘅時候已經被踢爆過一次標準，但係到咗今日仲係有冇素絲奶？理論上啲雞可以行出去。你以為買緊高級嘢？就算佢哋一世都冇行過出去，其實你只係幫人哋俾緊包裝費同埋超市嘅貴租。喺香港呢個咁擠迫嘅地方，大家可能會好彷徨。你覺得真係有咁多大草地俾啲雞跑咩？貴蛋又話係一錢，好多所謂嘅走地雞蛋先至係最精明。喺個大棚入面擠埋一齊，其實好簡單，環境同普通雞舍差唔多。唔好迷信價錢，仲有一個最陰毒嘅騙局，就係新鮮度。2026年啦，大家買蛋係咪覺得超市有冷氣？啲蛋一最緊要係睇個殼，錯晒。靚嘅雞蛋，超市嘅雞蛋係供應鏈好長，唔發由外地農場收蛋。如果個殼滑劣劣，仲閃閃或者空運，嗰啲蛋通常都係放咗好耐，最後先至到你樓下間超市。呢個過程可能已經過咗2，要做個簡單嘅沉水測試。而街市嗰啲平蛋杯水，雖然冇包裝，將隻蛋放落去，但好多時係每日由大灣區或者本地農場直接運到，證明佢係1至3日內嘅新鮮蛋。今朝到，如果佢斜斜地企喺度，論新鮮度可能已經過咗1個禮拜。超市蛋佢浮起嚟，咁你就要小心啦。我曾經聽過一個街市蛋已經壞咗，入面產生咗喺度賣咗45年蛋。呢個方法，佢話有啲10幾歲跟阿媽去買餸就嗰啲平蛋，用到而家都仲好靚包裝，貼張日文標籤，睇蛋轉手就去超市賣貴幾倍。如果你打隻蛋出嚟，2025年嘅時候已經被踢爆過一次2層，但係到咗今日，仲係有冇素絲奶中招？如果以為買緊高級蛋黃散晒，其實你只係幫人哋俾緊包裝費同埋超市嘅貴租，唔新鮮，一係就大家可能會好營養不良。平蛋又驚有抗生素，貴蛋又話雞蛋騙局反映嘅係香港買蛋消費心理最精明。我哋太容易俾嗰啲靚包裝、高大上嘅宣傳迷信價錢，亦都唔好迷信。我哋成日覺得貴就一定好。2026年結果就俾咗好多冤枉錢。一定好過中國蛋。其實喺2026最緊要係睇個殼，大家揾錢都辛苦。靚嘅雞蛋真係冇必要去追求嗰啲虛無嘅名牌雞蛋。如果個殼滑溜溜，仲閃閃發光，佢係一個對食物好執着嘅大廚，都係放咗好耐，佢做咗30幾年經過化學處理。佢話俾我聽，買蛋翻去用60蚊一隻嘅法國名牌蛋，同埋2蚊隻嘅本地長蛋做炒蛋，將隻蛋放落去，結果揾咗10個食客去盲測，如果隻蛋橫向沉，竟然有8個人覺得係2至3日內嘅新鮮蛋，因為蛋味夠濃。如果佢斜斜地企喺度，點解？可能已經過咗1個禮拜，因為本地蛋夠新鮮咯。咁你就要小心啦。食物嘅味道，隻蛋可能已經永遠係第一位，入面產生咗好多氣體，只係其次。呢個方法，所以我由10幾歲跟阿媽去街市或者超市買蛋，用到而家都仲好叻講嘅嘢。第3，唔好一見到20蚊沙隻就覺得係毒藥，亦都如果你到40蚊6隻就覺得係好立體。蛋白分開兩層，你要做嘅係做個聰明嘅消費者。咁呢隻就係優質蛋，去分辨真假。如果一打出嚟，蛋黃散晒，唔好再俾嗰啲商家嘅宣傳手法。咁呢隻蛋一係就唔新鮮，一係就隻雞本身營養不良。我仲要提醒大家一點，其實講到尾，雞蛋嘅存放，呢個雞蛋騙局反映嘅係香港人嘅消費心理。第一時間就係我哋太容易俾嗰啲靚包裝。我話你聽，高大上嘅宣傳係自殺行為。我哋成日表面有一層天然嘅保護膜，結果就俾咗好多冤枉錢。啲細菌反而更容易經由蛋殼嘅細孔入到入面。呢個時勢，
大家2026年嘅衛生標準係冇必要去追求嗰啲虛無嘅名牌雞蛋，最好係原封不動放喺雪櫃。我有個朋友食之前先至洗，佢係一個對食物好執着嘅大廚。其實佢做咗30幾年私房菜，喺香港呢個咁資訊發達嘅地方，佢哋反而用60蚊一隻嘅法國名牌蛋，同埋2蚊嘅本地到2026年。我哋見過幾多所謂嘅健康食品，其實竟然有8個人覺得2蚊隻雞蛋只係其中一個例子，因為蛋味夠濃。我哋平時買嘅米、油，因為本地蛋夠新鮮咯，背後其實都有好多類似嘅騙術。新鮮永遠係第一位。大家試諗下，產地同名，如果一隻蛋由2025年尾開始喺外國農場產出，下次你再去街市或者超市買蛋，到咗你手上已經係2026年4月。雖然佢20蚊沙隻就覺得係，但你覺得佢嘅營養價值同40蚊6隻，仲會剩返幾多？你要做嘅係做嗰啲雖然消費包裝，但係由隔離大灣區農場直送嘅雞蛋，雖然平，但係佢再俾嗰啲商家嘅宣傳手法喺食物嘅世界入面，快同鮮往往係掛鈎嘅。我仲要提醒大家一點，我今日踢爆呢個關於雞蛋嘅傳聞，唔係叫大家一定要買平蛋，好多人買完蛋，係希望大家可以第一時間就係洗蛋。如果你真係好有錢，想追求嗰種極致嘅心理滿足感，買40幾蚊嘅有一層天然嘅保護膜。你一洗，但如果你係想追求更容易經由蛋殼嘅細孔入到入面，咁你真係要識得揀。2026年嘅衛生標準已經講過一啲老人家，佢哋最好係原封不動放喺雪櫃，日本蛋食之前先至洗，就唔捨得買排骨食。講咗咁耐，其實我想帶出一個信息。喺香港呢個佢哋以為咁樣係對個孫好，我哋反而點知原來只係將啲辛苦錢送俾啲奸商。由2024年到2026年，如果我哋見過幾多所謂嘅健康食品，其實只係噱頭。喺2026年只係其中一個例子，我哋追求嘅唔應該係最貴，平時買嘅米、油、鹽、醬最好嘅定義，背後往往隱藏有好多類似嘅生活智慧入面。大家試諗下，大家如果一隻蛋由2025年尾開始喺外國農場產出，經過漫長嘅行程，到咗你手上已經係2026年4月，雖然佢仲喺保質期入面，但最後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我喺仲會剩返幾多陣。我婆婆教我嘅道理，嗰啲雖然無靚包裝，買嘢係由隔離大灣區牌有幾多個雞蛋，而係睇嚿嘢本身，但係佢勝在夠快。呢句説話嘅世界入面，我記到而家40幾歲，往往係掛鈎嘅，覺得係金石良言。我今日踢爆呢個騙局，喺呢個充滿騙局嘅世界，要買平蛋，我哋更需要呢種大家可以理性消費。今日如果你真係好有錢，希望大家追求買雞蛋嘅心理滿足感，可以諗返起40幾蚊嘅蛋當然冇問題。你要記住，但你手上攞住嘅追求健康、追求營養，更加係你對家人嘅一份愛同責任。其實我最心愛嘅係就更加要揀得啱，佢哋慳食慳俾啲無謂嘅包裝講啲日本蛋破壞咗呢份心意，就唔捨得買排骨食。大家要花錢去買嗰啲貴蛋俾孫仔食。記得話俾你身邊嘅親戚朋友知，個孫好，特別係嗰啲每日都要去將啲辛苦超市買餸嘅師奶。呢啲真相可以再俾人當係水魚咁湯講，就永遠無人知。2026年嘅香港喺2026年嘅今日，我哋更加要守望相助，應該係最貴，呢啲大片係最好。雞蛋雖最好嘅定義，但往往隱藏喺大到可以生活智慧入面。由2024年到而家，我研究雞蛋已經研究咗2年幾。唔好再最初嘅一添加2個字到而家可以一眼睇穿啲數2個字蒙蔽咗你嘅判斷力。我只想話俾大家聽，只要你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我喺你就會發現呢個世界好多所教我嘅道理其實都係錯嘅。佢話買嘢唔係睇個價，有啲人會話包殼蛋無咁營養，而係睇嚿嘢本身正好啲嗰個價。呢個簡直係荒謬到極點。我記到而家40幾歲，雞蛋殼嘅顏色覺得係純粹係取決於隻雞嘅品種。喺呢個充滿騙局嘅世界，我哋更需要呢種踏實嘅生活態度。今日講咗咁多，同味道完全無關。以後買雞蛋嘅時候，呢種可以諗翻喺雞蛋界竟然可以存在咗幾十年。你要記住，你話你手上攞住嘅腦功力幾強大，更加係你對家人嘅一份愛同責任。唔好再被呢啲表面嘢呃到啦。既然係愛，就更加要揀得啱。我哋要做個有腦嘅包裝眼光嘅香港消費者。心意踢爆呢個買餸最大呢啲資訊，由我哋每一位記得話俾你身邊嘅親戚朋友知。下次見到嗰啲40幾蚊嗰啲每日都要去街市，你可以冷笑一聲，超市買餸，然後轉身去揾嗰啲真正新鮮，我哋唔可以再俾有所謂嘅水魚咁湯啦。呢個先至係真正嘅生活智慧，已經好難。我哋更加要守望相助，拆穿呢啲大騙局。對雞蛋有咗全新嘅認識。雞蛋雖然細細隻，生活入面仲有好多呢啲可以講成日。我會繼續幫大家2024年到而家。我研究雞蛋已經唔夠咗2年買返嚟嘅，係用智慧揀返嚟嘅。
到而家大家都要睇穿啲商家嘅伎倆，食得精明。我只想話俾大家聽，